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 今次想特別介紹下呢對咁抵玩嘅黑鋼款。呢隻係伊波路嘅潛水款系列，係採用咗有鑽石級塗層嘅 DLC 黑鋼，所以錶帶、錶殼同埋錶扣咧都非常之襟身。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嘅陶瓷計時圈，係採用咗七彩顏色嘅黑度，再襯翻呢個漸變藍嘅錶面，令到呢隻黑鋼錶神秘得嚟又有啲色彩。直徑係42mm， 採用緊瑞士 SW200嘅自動機芯，錶面亦都打明瑞士製造，配搭翻藍寶石水晶錶面，有200米嘅防水功能。除咗漸變藍面之外，仲有呢隻好襟睇嘅黑色錶面。呢隻潛水錶嘅官網定價係9380蚊，咁我哋而家做緊半價優惠，折咗咧只需要4690蚊。而黑鋼呢套系列咧，仲有1 set 嘅原裝錶帶送，係一條好高質素嘅原裝橡膠錶帶，仲有7個彩虹色嘅錶圈，所以4000零蚊買到呢套伊波路咧，價錢一定冇得輸。而伊波路仲有原廠保用5年，絕對係信心嘅保證。有興趣錶迷咧，快啲上嚟我哋門市試下啦。今集就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